如果大家咧中意我哋今集嘅塔羅牌基礎教學咧，咁大家記得咧 subscribe follow 我哋 like 我哋，同埋撳個鐘仔咧就唔會錯過每一集嘅內容噶啦。Hello， 大家好，又到我哋 iMore Crystal 咧同大家今集咧去分享咧塔羅牌嘅牌意啦。嗱，咁咧今日咧好正啊！呢個牌咧我都好中意嘅吓，如果抽到呢副牌咧都幾開心噶，就係19號嘅太陽牌啦，同上一集我哋講嘅月亮牌咧好唔一樣。上一集嘅月亮牌咧一個暗面啦，呢一個咧好明顯啦。其實咧大家咧見到一個太陽咧，其實都已經感受得到，甚至乎 feel 得到咧呢一個太陽牌咧係代表住啲咩咧？光明啊、快樂啊、成功啊、充滿咗成就感啊、一個非常之好嘅未來啊、正向啊、生命力啊、成長啊、幸福啊等等啊吓。咁所以一抽到呢副牌咧，咁就恭喜晒你啦，非常之開心啊！一個非常之正能量又成功嘅一個牌面嚟嘅 ，OK。係啦，咁所以咧呢副牌咧，其實亦都係處於一個咧叫做光明快樂嘅狀況噶，係啦，嗱咁當然啦，喺同大家咧去講解翻咧呢個太陽牌嘅個人性格啊、工作運啊、愛情運啊，甚至乎係金錢運嗰方面之外咧，咁我首先會同大家咧去拆解翻咧呢一副牌咧，究竟咧佢有啲乜嘢嘅表徵咧，等大家咧更加容易咧去理解，同埋咧容易去演繹翻佢出嚟嘅，係啦。咁咧，首先我會講咧，一定係太陽先啦。嗱，咁啊，太陽咧其實係代表住咧一啲叫咩力量啊、照耀萬物啊、熱情啊，好有 back up 嗰種嘅感覺，甚至乎講緊係一個真理啊，係一個正向嘅真理啊，係啦。OK， 咁咧而你會見到咧一個咧光脫脫嘅小朋友吓，係啦，光脫脫嘅小朋友咧代表住咩咧？嗱，你會發覺咧佢係冇着衫咧，其實即係代表住咧呢個小朋友咧係好真實啦，好坦蕩啦，好有自信啦，活生生嘅，即係冇任何嘅遮遮掩掩啊，唔見得光啊，唔俾得人知道嘅嘢嘅。嗱，咁呢個咧你係好容易咧點樣去拆解翻出嚟噶？係啦，咁咧而你會見到咧喺呢副牌裏邊咧，當然咧有個小朋友咧騎住呢一個咧嘅馬啦，呢一個白馬啦，咁其實白馬代表住一啲咩咧？冇任何嘅畏懼，亦都係講緊呢一啲叫做純潔啊、潔淨嘅感覺，因為白色啊嘛，係咪？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容易咧拆解到咧成樣嘢咧係好真實嘅存在感啊，好有真實嘅存在感嘅，係啦。好啦，咁再同大家解釋翻啦。咁有4個太陽花，大家有冇見到啊？嗱，其實呢4個太陽花咧，其實佢哋分別咧係代表住咧生命力、活力。係啦，完整甚至乎係平衡嘅呢4個好重要嘅範疇噶，係啦。咁而喺呢副牌裏邊咧，你亦都見到咧呢個小朋友咧係拎住個咩啊？紅色嘅旗好大啊，見唔見到啊？紅色嘅旗，咁其實呢個紅色嘅旗代表住咩咧？主動性、活力。係啦，好有嗰種勝利感嘅感覺，同埋成功感嘅感覺，係講緊呢一副牌咧，係因為佢行動，佢做咗嘅嘢而得來嘅一啲叫做成就同埋成功咯。係啦 ，OK， 咁你會見到咧個小朋友佢上面咧有個咧好輕飄飄嘅羽毛啦，咁其實咧亦都代表住咧佢個人咧係冇乜顧慮，冇乜束縛嘅。係啦 ，OK， 係啦，咁後邊咧你會見到咧佢會有埲牆噶，係啦，咁你會見到今次我呢副牌都演繹得幾多噶，後邊嗰個意境係啦，咁咧牌咧其實佢埲牆咧代表住一啲咧嗰個界限咧嘅束縛咧係被打破咗啊，係啦，咁你要記住好多嘅嘢咧都係可以咧被打破、被突破到嘅，係啦，咁先至會有而家衍生出嚟咧嘅成功噶。係啦，咁所以你見到我咧，去講咗呢度咁多唔同嘅特徵咧，你會留意到咧，原來呢副牌唔難解喎，一啲都，因為樣樣嘢都係好正向正面，係啦，亦都係一啲咧充滿行動力啊、活力啊、成功啊、成就嘅一個 very good 嘅牌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係講一個人嘅性格各方面咧，更加唔使講啦，係啦，代表住咧，如果講緊呢一副牌係講緊一個人嘅性格咧，代表住呢個人係咩啊？充滿熱情啦，亦都係好正向正面啦，同埋佢好識得咧利用咧一啲嘅好正向嘅嘢咧去觀察咧佢所有嘅事情，同時間咧亦都係可以好有能力咁樣咧去理性咧去解決，甚至乎係處理一啲嘅
情況嘅，或者係困難嘅。咁所以如果你交到呢啲朋友咧，就非常之好，亦都係非常之幸福嘅，我覺得係啦。咁至於喺工作層面上面咧，係講緊咩咧？充滿活力啦，好明顯啦，係啦，亦都咧能夠咧，除咗因為講緊咧佢係一個即係點啊冇顧慮嘅人啊嘛，咁佢能夠咧係好願意咧將佢自己手頭上嘅工作佢完成咗之後咧，佢亦都好願意咧去協助他人，幫助別人嘅，所以咧呢一種嘅工作態度咧係好容易咧俾上司咧去認同讚賞，甚至乎咧係賞識㗎。係啊，咁所以非常之好噶。如果呢個牌係抽工作運咧，係一副唔錯嘅牌嚟噶。係啦，OK。咁至於喺愛情觀上面咧，亦都講緊咧，佢係好願意咧去付出啦，佢嘅熱情啦，甚至乎咧呢一個人都幾好噶，好知情趣噶。係啊，即係可以好氹得你好開心啦，甚至乎咧佢係好願意、好努力咧去經營咧大家之間咧嗰種嘅感情嘅，點樣去維繫啊？點樣將成樣嘢做得好好啊？點樣去我同你之間嘅關係咧，可以磨合得更加好啊？咁樣樣咯，所以同呢一種類型嘅人拍拖咧都幾好噶。係啦，好咁嗱，去到最後咧就講金錢運啦。咁即係話咧嗱，呢個人咧講到明啦，佢係行動性啦，行動力嚟噶嘛。咁其實喺佢管理佢嘅錢財方面咧，佢係好有一種叫做規劃性嘅，係啦，唔使驚咧會做蝕本生意啊，做蝕本投資啊，係亦都係好大方噶，唔孤寒唔吝嗇噶。嗱，咁但係有一樣嘢要注意咯，就係由於因為唔孤寒唔吝嗇，所以咧好多時咧就會有一啲叫做咩咧不必要嘅開支走咗出嚟。係啦，咁即係明明可以儲到好多錢啊，明明可以滾到好大嚿錢啊，咁可能有一啲不必要嘅開支啊，或者真係實在揈得太勁啦，咁就令到自己咧好容易咧就儲得冇咁多啦，或者佢嘅財務咧冇咁高啦。咁其實我覺得咧呢個咁聰明嘅人咧，又咁有規劃嘅人咧，基本上都唔會話真係有好大嘅損失嘅啫，反而就要控制翻自己咧喺使錢嗰方面咯，我覺得。係啦 ，OK 吓，咁今次好開心啊！抽到咧，即係講緊唔係抽，係輪住講到呢一副牌咧，都一個非常之好嘅牌啦。咁我都講得解釋得幾開心嘅，好坦白講。咁所以咧，嗱，咁今次咧就19號牌係啦，太陽牌，咁就解釋咧嗰個方向咧就去到呢度啦。咁大家如果有啲咩任何唔明唔清楚嘅地方咧，都歡迎大家咧可以喺 YouTube 裏面咧留言翻俾我哋嘅。係啦，咁咧今集咧嘅節目時間又到啦。咁下次再同大家嚟解下一張牌20號牌啦。好，多謝晒大家，好，拜拜，下次再見。